時隔2年半呢，青 B B 又去台北玩啦。今次呢，邊賞花邊食齋，講下素食之餘呢，亦都會影下花花草草俾大家睇，希望大家呢會中意。依家呢就去片啦。今次一到埗呢，就去咗台北101附近嘅拉麵店，叫做 Noodle， 目測有22個座位，另設吧台。呢度要掃碼落單，點完去門口俾錢就可以等嘢食送到噶啦。店員話呢，拉麵要等15分鐘左右，但其實呢好快就有噶啦。呢一碗呢係絲瓜拉麵，另加50蚊台幣呢，以一份即青瓜。絲瓜嘅湯底好濃郁，好清香，瓜味都清晰，亦都有麻油香。麵條可以揀煮軟啲，軟得嚟呢都有口感，少少滑，實實地呢係唔削嘅。配料好豐富，大部分呢都係炸或者烤過，包括金菇、豆卷、唔辣嘅辣椒、南瓜等等，得生菜同紅喜菇呢係冇炸，金菇非常脆口，豆卷浸咗湯呢就冇咁脆，而唔辣嘅辣椒呢比較油，南瓜呢就唔好浸湯，否則會溶晒。價錢嘅即青瓜呢，擠啲檸檬汁落去呢就會好味啲，本身呢係清甜柚子味，同檸檬幾夾，咁至於白蘿蔔呢就正常發揮。雖然呢度麵條呢同湯底係唔錯，但青 B B 呢覺得太多熱氣嘢啦。如果唔係多得咁誇張呢，就會好啲。食完嘢過馬路去返對面，見到滿開嘅白松櫻，仲有啲花呢係好低嘅位置，就咁影就影得好清楚啦，超級開心啊！睇完櫻花呢，就等青 B B 介紹佢仲去咗邊度賞花啦。以下係由青 B B 本人介紹台北有啲乜嘢花睇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！出發之前我有掙扎過，應該遲少少去淡水睇紫藤花，定係留返喺台北鬧市睇其他嘅花好？結果可以 hea 嘅話就梗係想喐少啲啦，放假係應該輕鬆下噶嘛。好在最後決定冇錯，你哋睇下呢度啲花咁靚咁特別，有啲款仲要香港唔多角啊，淨係咁都已經值回票價啦。今集影嘅係台北玫瑰園，位於花博新生園區，可以喺中山國小站或者圓山站落車行3-4個字左右就到。呢度我10幾年前嚟過，當時係參觀台北花卉博覽，不過就唔覺有玫瑰園啦。所以今次好期待去呢度，估唔到地方比想象中大，仲有非常多種類嘅玫瑰花，非常之令人興奮啊！我最中意梗係青 B B 色嘅玫瑰啦，然後仲有其他嘅花，例如朱古力色嘅波斯菊、白色虞美人、斑點矮牽牛，真係睇到我心花怒放啊！你哋覺得點？啲花靚唔靚呢？跟住落嚟，由主持人繼續介紹素食店。上次青 B B 呢去咗魚龍城嘅熱浪島食南洋素食，今次呢去另一間類型相似嘅齋鋪，係忠孝敦化站行一陣就到嘅星母梳。佢哋有蛋奶素，亦都有純素選擇，係冇咁新嘅，款式唔少，賣相呢都相當唔錯。原本想食某樣有儀式感嘅嘢，但係發現會太飽，所以唯有叫一款小菜同埋一碗麵啦。話明食南洋嘢，梗係食辣沙啦。青 B B 呢好耐冇食過啦，碗麵一嚟到呢，打完卡就即刻飲湯啦。哇，話少少辣都真係辣㗎喎，而且好濃郁，估計呢係用咗椰奶。如果你覺得湯量唔夠嘅話呢，店員話可以再添。配料有豆卜、豆腐、茄子、豆角、大豆芽同埋西蘭花。今次呢幾乎唔係炸嘢，非常之好啊！麵條又着勁，厚實之餘呢容易咬開。麵量唔算好多，不過麵條呢唔係幼麵，食完都飽飽地㗎。另一碟呢係青檸參巴空心菜，即係炒通菜，的確有參巴 feel， 香料味呢同辣味呢都係輕量，冇辣西咁辣。除咗通菜之外呢，仲有菇同燈籠椒嘅。除此之外呢，一開始呢仲有餐前小食，即係植物同酵素供應。食完飲完呢係會令人開胃嘅。食完嘢呢，仲可以喺附近行街，例如下同一條街轉角位嘅家樂福，裏面有唔少素食麵賣，而且呢當日仲有9折。青 B B 呢梗係瘋狂 shopping 啦。你哋睇下，成個架都係素食麵，有少量款有5辛，其餘大部分呢係 vegan， 就係麵呢都霸咗一隻手提篋位啊。
最開心咧係呢度有熱浪島嘅素肉骨茶麵，咁就唔使去魚龍城嘅熱浪島買啦。其餘嘅款咧係未食過，遲啲咧如果試到邊款好味咧，會出 post 俾大家分享下噶。之後咧仲有其他素食同賞花行程，大家記住咧密切留意啦。